前，主办单位准备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开场的表演秀哦。他们请到了这个卓兰的景山国小的小朋友们，3位小朋友们，让我们来表演这个说唱艺术。但是他这个说唱艺术很特别哟，请待会大家用心的听，因为他今天说的唱的跟我们的新书发表会是非常的有关联。所以现在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卓兰的景山国小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说唱艺术表演。我们掌声欢迎卓兰景山国小的小朋友们。有同房，哪里有同房？隔壁啊，隔壁就有同房。对嘛，现在不是11月了吗？哪来的油桐花？大家不都说油桐花就是5月雪吗？是啊，满山的油桐花，现在还变成油桐子了呢。哇，好漂亮的儿童绘本！曾淑敏小姐的作品，大家一定要看哦。古道出城，古道当天你出盖天道，雕蛤蟆出演在道，天竺歌出两条手，高山岛出盆牛角啦盆牛角。自古以来，大家个个有条路，不管是钢铁、教书，也是做医生。阿贤妹，你的志向是什么呢？我想当老师啊。怎么说呢？是不是当老师可以在上课一直讲话，又不会被记名字啊？不是啦，是因为当老师可以春风化雨。哦，这个志向不错哦。那阿祖妹你呢？我想当建筑师，将来在苗栗盖到2022大楼，超越台北101。哇，好大的口气，吓死人了！等等，我后悔了，可以改吗？唉，用按键了，真顶嘿半夜生西瓜，天公反正哦。我也后悔了耶！天哪，那你们将来想当什么啊？我们想当文学家，像台上的作家们一样，出版1本本的好书。那不冲突啊！阿贤妹，告诉你哦，这次出版赛夏克的私房文集的资深文学家陈昭慈校长就是你的标杆哦。陈校长，那就请您多指导喽。阿炳妹，那你就要向张仲良建筑师多学学，沉香咏叹调，建筑师的梦土实情，太让我敬佩啦。还有啊，人在宫门好修行，当公务员为民服务也很不错啊。古振清先生在退休之后写了一本《公仆偶记》，记录了他公务生涯的点点滴滴，就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哦。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在哪儿？一大早就想喝酒啦！告诉你，这就是杏花村，遥指杏花村。邓荣坤先生的作品，诗文感性，贴近乡土，处处流露对家乡人文的关注哦。
次2012苗栗县文学集新书发表会中，还有几本书都是关于苗栗的啊。现在就向大家来推荐。是的，就像这本黄信阳先生的《多重认同与族群和谐》，吴浊流与王佑华的文学社会学考察，是在分析两位作家在面对文化及族群差异时面临的冲突与如何调试，真是不简单呢。汪淑珍小姐的《看见苗栗文学与创意》，则是从苗栗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我们苗栗的文学家李乔、林海音、陈朝栋，还将民间文学改编为动画，真是太有创意了。还有几本书都是关于作品，这次的作品范围很广。梁秀菊小姐的读名记录了苗栗和美国的差异哦。我们也好想体会一下书中的内容哦。对了，下礼拜我们不是要去南庄向天湖参加大师大爱祭吗？出家之前一定要先做功课，看看朱仁贵先生写的《塞下风云录》哦。苗栗真的是好山好水好人情啊！春天一冬放发台，中午行见春风回。好水面，记得洗个蛤蟆盖，白银板，油炭油辣也油菜，是好肚流通北海水呀北海水。阿贤妹、阿俊妹，你们两个的客家话讲得真溜啊！我们是读徐清明先生的客家语顺口溜，当然溜啊！好有趣哦，一起来一段吧。好啊。有落地上，爱有上天台，凡事有呼书，谈家秋温泪老寒，看你身边一后生，走给眼中莫安改呀，莫安改。当县长真的好辛苦哦，特别是我们苗栗县20颗星的刘正宏县长。已经放了哦，请听太差派，有皮有条怎么来？攀登飞，苗栗苗上春翠天，中原风，前方有下都熬闹，全国天野那送钱，民意调查唔免肥呐。王应铁、蔡义群、冯阿贤、哈泰、李克雄，什么开答案自飞。好，我们来掌声谢谢我们景山国小的小朋友们。来，小朋友们，等一下，我们现场也来了一样五星级哦，五颗星的我们的副县长林九强林副县长是不是？到我们的台前，还有我们的处长，我们的刘处长，跟我们这一群那么可爱的小朋友们一块来合影留念，好不好？好，我们景山的校长，还有我们的指导老师，我们一块来跟我们的副县长还有小朋友们一块来留念。我们来掌声，再谢谢他们，我们一块来说。